Yayava, Elia ihany koa dia raha-manomboka ny Yahoshua 以利亚 ary 啊，manonona 要 ny 向 Yahoshua 亲爱的天 manolana 父 izay 亚耶 manome 娃 manaraka ny 问好， fampianarana 以 izao 利亚也 manolana 是 ny 向亲爱的亚乌 ny 刷 fampianarantsika 问 aloha dia 好， mitondra ny lohateny hoe 还有 inona 并且有 no 嘱 manino 咐 izay no tena marina 所有的人要 manino 听着 na 这个 inona 教导， izay 在这 ataontsika 个全世 Elia 界，我们今天的教导的话 inona na 题 inona 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 no 要 zavatra 信 marina 谢家以俩？我再重复说一遍，为什么我们要信谢家以俩？我们凭什么要信的？但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就是要强调这个话题。那我就给您讲，要信的就是要说，因为他是拯救你们，他是创造你们的，我们要当信他，就是他是上帝。我强调，我再说一遍，这位耶和华就是那位上帝的上帝，我们要信他，我们就是要向他要祷告。可能就是有人在听的时候，就是有点觉得奇怪，为什么要信你？要信就是天父耶和华，因为他要创造这个全世界，还有他的儿子耶和华，我们要信他，因为他上帝的至高的儿子。 inona izy satria 为 izy 什 zay 么 no irahana 要信耶和华的大使谢家以利亚？ mitondra ny teniny Yahoshua 我们要信的，因为他是被所差来的。我要强调，他是被所差来的，为了传扬的要我说的话，因为他是代言的，所以我们要信他。要信他不是要当上帝，就是要向他要祷告，不断乎不是。现在是耶和华的弟弟是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所差来的，为了带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要传扬的给全世界，就是在你们这里，就是说为了信他，为什么我们要信？为什么你们要信耶和华的大使西的以利亚？因为他是要被差来的，为了传扬的耶和华的话是亲爱的天父耶和华。我们这一节有证明的，就是来说是他是被差来的，就是那位使者，就是在这个地球来代替耶和华，来代替天父耶和华在地球上，因为他是代替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就是那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我再强调，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为他是被差来的，为了代替天父上帝耶和华和耶和华差他来到这里。那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来证明的说是这点以利亚是真的，然后你就需要信他，你需要信他，因为他是被差来的，为了传扬的，所以的话，为了荣耀归于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第一件事要我说就说了，我们就从这个边开始要我说就说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要我说所宣布的话。他说不要再犯罪了，这个话就是来说跟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跟着这个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他就说到不要
不要再犯罪了。你再犯罪了，实在是不可以啊。就是说，因为你不完全的，然后你就去犯罪，然后你就说是上帝会理解，上帝就不会理解。对你说的都是魔鬼，不管是谁对你说的这样的道理都是魔鬼的话，您是被迷惑了，为了丢到下去啊！你听福音法的话，他说，如果你是故意犯罪，如果是故意犯罪，就是受罪的记住再没有了，有当后审判的和烧灭的烈火。就是有人说必须要犯罪，这都是从魔鬼的道理啊。但是要我说的话，不是。我们来念这个西部，我来说第10章第26章20到27节，因为你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故意犯罪，受罪的记就再没有了。这个就是对了，有人来说必须要犯罪，就是上帝能理解你，你不会有完全的人的，所以必须要犯罪，然后他就怜悯你的。上帝没有这样说的，亚伯拉罕的上帝不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不要叫这位上帝要撒谎的撒谎的人都是从魔鬼出来的。您要向亚伯拉罕的上帝学考本人的，你有努力不再犯罪了，你都已经2000年多了。说要努力不犯罪啊，你还有说是有上帝与你同在，给你都是假上帝啊！真正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没有你同在，你弄错了。那你听着吧，如果故意犯罪，这就是您的，就是你要故意犯罪，就是你要得知真道以后受罪的记就再没有了，唯有证据的当后的审判。你假如说你要故意犯罪，你没有受罪的记，因为你要继续要犯罪，这个就能分明的与你同在是假上帝，你有这样的道理，都是要下地啊。唯有我得叫你要听着，唯有证据的当后，就上帝的愤怒来审判你，就这位上帝的审判来惩罚你的，拿上帝的愤怒来惩罚你的，拿烧灭的众人的烈火，拿烧灭的烈火来惩罚你的，这是太危险了。要烧灭的烈火来惩罚你的，所以你不要再相信你是宗教领袖的，因为他们都是在跟着魔鬼。要提到亚伯拉罕的上帝，你没有去告亚亚法，那都是假的，因为这是他的名字。那他的儿子不是亚胡说，那除了他以外都是假的，所以一直要对你说要必须要犯罪，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说，如果有故意犯罪，因为要我说的话是说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10到第11节开始，约翰福音第8章第10到第11节，亚我说就职期要来，对他说：“妇人的，谁来公告这个孕妇的妇人的？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妇人对他说：“主啊，没有。”亚我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们都看到了，呀，我说的话是非常直接的。我也现在不定你的罪，但是从此就是你在遇见我的时候，你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真正的上帝的话。那你凭这个就会认识的，因为他所差来的都是要做这个，要成就这个话。他有权利来传扬这个真道，就是说不要再犯罪了。那我们再是确认一下，就在约翰福音第5章14节。呀，我说再确认一次，就是要遇见大的人，你说要遇见那些假上帝啊，然后又重复要犯罪，那表示与你同在这假上帝都是魔鬼。那上帝的话就说，要犯遇见大的人都要说到这个话，不要犯罪，恐怕你遭遇了更加厉害，这是更加厉害。约翰福音第8章第14节。后来耶稣说在井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了的更加厉害。那你再继续要犯罪，你的生活就越来越更加厉害。那别叫这位上帝说话，他说你的生活是越来越更加厉害。那你别说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如果这样的，你就要叫这位是真的上帝说话的。如果你要反对这个话，这个就要做个计划，你是魔鬼，因为他说你恐怕你遭遇更加厉害。如果你继续犯罪，那你说对我们是没问题，我们就悔改。那你如果你这样的道理，你就跟着魔鬼。这一切以拉就来说，为什么要信我说西家以利亚，我要强调这个西家，因为这个以利亚到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就在模仿，所以把我从顶上点的这个名字西家，因为以利亚就在上进的，你们就来模仿去，其实你们都不了解、不认识的，因为他同在就不再犯罪了，他有本事能除掉人的罪，说的就是西家。艾利亚，那话就是这样的。我再补一句啊，谁来传扬这个话，我们就教到那里。谁来传扬这个话，说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来接着门徒来说，就是犯罪就未曾看见到，未曾认识的。你们这个宗教里许的是未曾认识上帝，未曾看见上帝。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5到6节，你们知道他主要呈现的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跟着我说的时候没有罪，封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您看到了，不是你要犯罪，然后就是要悔改，然后那个上帝就会原谅你的。我要跟着你都是魔鬼，我要强调与你同在就是魔鬼，乃是而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那犯罪的人就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就是说，那些所有的
宗教领袖的，但是没有看见这位上帝，也未曾认识这位上帝。是谁家以利亚能够除掉你们的罪，然后叫你们有认识耶和华，权力要传扬正道，就是属于我，要除掉你们的罪，我都能够把你们从罪孽之下能救出来。有人能得到这样的，他真的有福了，他真的被自由了。荣耀归于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如果你希望就是在听着我的时候，要想得到这样的好处，那现在以利亚要教你，你要跟着我，我们就一起到耶和华那里，我率领您到那里，我真的要去那里。在这个地球上有几千的人已经跟着你了，现在只能等着你的。不要听那些宗教领袖的胡说八道，他们是简直要跟着魔鬼，已经好多年了，要教你犯罪了，已经做过了，不要再跟着他，要跟随既不教已经被毛吃掉了，你都已经他们叫你要被毛吃掉了，你要想开，要转向到耶和华那里去吧。那我们为什么要说是现在也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就是他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为什么要信以利亚的话？为什么要相信以利亚？因为那位被所差来的就是他。那我们在哪里能寻找这个话？真正有这个正道是谁？谁来负责传扬这个正道？那我们就是一起要研究一下，我们就跟着这个正道吧。预言的话说的很不错，因为这个话你们不会再知道，因为在天父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儿女有引起问题，以色列的儿女不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就是没有人去告你的名字。我们要念下这个经文，就是没有人在认识的名字。按照以赛亚书第64章，以赛亚书第64第6节。那么我们就从第5节开始读，你以及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一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的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个以色列的儿女，那效果就是是什么？并且无人去告你的名字，无人分离了庄重你的。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的，是我们因罪孽消化。就是天父耶和华把他的名字掩面不顾，那以色列的儿女不再认识他。那从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儿女不会再认识天父耶和华的名字就是在以色列的儿女也不再认识他。那你是假名字就出来了，耶和华、佛教、基督、加内沙，还有等等，就是人类所去告的那些假上帝，那最后所有的人都要犯罪了。
有的人都能娶的，有5个老婆，有10个老婆，50个老婆，就或者限制的，也无法说一个男人就能嫁一个女人的，一个女人只能娶一个男人的，有些有几百个老婆，能娶几百个老婆，这是太危险了。他们就要随便把亚伯拉罕的名字改成了，他的名字就是亚亚，原来就是亚亚法，他们把这个名字改了，所以叫你犯罪。你们所拜的都是假上帝，我们继续说吧，因为你们是犯罪。那真正的上帝来了，他就给你介绍，在以赛亚书第50章，那时候要讲到人就会有人是这个名字，而不是以色列的儿女，是上帝与他们已经离开了，乃是其他的国家有人是的。以赛亚第52章，天父耶和华做个计划，真的有人会认识的。以赛亚书第52章第6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就是我，看哪，是我。有人必然是天父耶和华的名字，天父耶和华要对他说，看哪，是我，是我。那天父耶和华就会有人就会认识的。但是以色列的以前跟他在一起，在同在，已经不再与他同在，因为天父耶和华要与以色列的人要隔绝，那他们就不会再勇敢的有求告这个名字，就把这个名字改成拉多乃，就是主。因为凡求告这个名字都杀掉了，他们不再求告这个名字，把成了改成了阿多乃，然后把这在后面的他们就改成了主。你们都有看到了，所有的人都有要求告主啊，因为以色列的儿女跟这位上帝隔绝，那他们就不再认识这位上帝。直到如今，因为如果要知道就跟着我要求告亚耶法和亚乌刷，那就是他们就能除掉他们的罪孽，因为他们不管这个道，他们不理睬，这个就呢证明的上帝已经离开他们去啊，因为上帝的目标就是有跟着他的人就能除掉他的罪。你为什么没有来？因为你太骄傲，他越是以色列的身份，就以为上帝跟着他，太搞笑。如果上帝跟着你们就不再犯罪，因为上帝的话是说，上帝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到第2，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的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以赛亚书第52章第1到第2节，如果有人不要除掉他的罪，那亚伯兰的上帝就不会有与他同在。那这个就能证明的，上帝已经与以色列的儿女隔绝了。那这位上帝必须要放回来了。他说必须有人是我，我对他说是我在这里，他对这位说是我在这里。我们在那里呢寻到这个线索，因为他对这个说我在这里，我们就去寻找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以赛亚第65章第1到第2节，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就一起看看那上帝的线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1到，素来没有访问我的，
现在却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掌为我的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就是有一个国家，他对这个国家说我在这里，那天父耶和华说这个国家没有常为我名下的，那这个就不是以色列的，不是以色列的要活到这个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因为天父耶和华的名字已经成为他的名的下，那这个地方要成为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没有成为，因这个就来说这个国家不是以色列的，因为天父耶和华的名字已经成为在以色列的下，那你们以色列的都拜拜，你们不再认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不会再返回到你们已经到其他的国家，为了拯救其他的国家，你们听着这个教导，你们就有听谁的以利亚，你们都在电视机上面，在互联网上，他的声音在收音机，你们都能听到。那他在那里能寻找他，在这个地球上，因为这个名字不是在以色列的要出来了，我们不在那里有人识的，在别的国家。那我们就是要接着呀，我说才知道真理呀。我说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都已经知道上帝的话，就是说你们要听先知的话。我们来一起看，一起念了摩西爷爷的话，《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就是你们要听先知的话，你们要听从先知的话。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那些的我们一起念了，为了荣耀归于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就是要听从了以色列的先知。我们都知道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先知大先知，那我们就是要听就是他的，要接着他的门徒，就是约翰使徒。我们要念了耶和华的话，要接着门徒，就是要写关于他的事儿。那耶和华先知的话，接着约翰的门徒，就在启示录第19章，在哪这个是在哪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在最后的一段因为语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和华做见证，就为耶和华做见证，那这个就是有语言的灵异。因为耶和华的话就是他要通过门徒在天上殿的看到他的荣耀，就是约翰的门徒，那耶和华就做这个启示，要这个语言的灵异，就是为耶和华做见证。那在这个地球上，谁为耶和华做见证？我们怎么认识耶和华？要认识他要除掉人的罪。我们开始已经说过了。第二，这位耶和华他就赐给永生了，要为他的名字就给你永生了。这位耶和华他就来为了借着他的名字要传扬的永生了。那在这个地球上，
谁来传扬的永生了？这个永生了，就是有个教导能除掉人的罪，这个就叫做永生了。我们一起念的耶稣说的话，就是在启示录，不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我们就是要寻在这里有一个线索，就是永生，我们要寻找一下。在这个永生的之下，就是来传扬的他的名字。在这个永生，就是从认识他的名字要出来，我们要在这里就是一起看了。那永生就是人的不在罪孽之下的。那谁来除掉谁来传扬这个除掉罪的教导？我们就强调在这个全世界上。那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这是接下来的线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所告着，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的，我们一起个。那这个永生了，我们就是要认识耶稣才能得到，要认识天父耶和华你和你耶稣你所差来的。那没有人是天父耶和华和耶稣要除掉人的罪，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一辆能做到。因为我们都是一起看到，因为只有他求告亚亚娃和耶稣亚伯兰的上帝父亲就是亚亚娃，他的儿子就是耶稣，跟随他们父子都是要不在罪孽之下了。那你要除掉你的罪以后，就不再犯罪了，不再行恶了。那我们怎么认识这个名字，然后就可以得到永生了？那有人是天父耶和华，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有人是天父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要给我们永生。我们在哪里呢？认识这个名字，这个永生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线索，就是耶稣说的教导。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的教导。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到50节，这是永生的一个线索。那这个永生就是要颁布耶稣说的名字，就是人生的名字就是永生，要认识他的名字就是永生了。那我们在这里，那另外要给我们永生，就是耶稣说的教导，在约翰福音第12章49到50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的，叫我说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要我说的命令就是从父那里得到，那就是给我们永生，就是要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就是这耶稣说的名字，就是从耶稣说的命里面出来。那在耶稣说的命令之下，那名字就出来了。那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人就会除掉他的罪。这是所有的先知意思说是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那就到西甸以利亚，这个就能证明的耶稣说是很大，因为耶稣说的弟弟能够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了。因为这个先知就是在属于这个世界，在天上定的那里没有这个先知，但是耶稣说的弟弟为他要传扬的这个话，这个福音，那这个法律就是出来了。命令这个名字就是从他的命令之下要出来。那这个名字在
这个命令是在哪里有出来？我们来念下这个根据那个圣经在以赛亚第42，这个命令是在哪里出？在哪个国家出来？第1到第4节，这个公理我们在这边你看到，这个公理就是在一个地方要出来叫这个海岛，不是在不是在大陆的非洲，或者是在巴西，不是日本的，日本不是个不是个大陆，是个海岛，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海岛，就是马达加斯加。因为伊俩就是要从马达加斯来到马达加斯加，然后为全世界传扬的。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第4节，他不会行设立公理，也不上当，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多当获他的训诲。不好意思，这边写得很清楚了。有一位仆人的，他就要所扶持的，就是亚伯兰的所扶持的，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就是说他要理解这个仆人的，因为他是有所扶持的，他不是单独要走。他是在所有的要被拣选了，并且他在顶上殿的要拣选了的，因为这个要拣选了，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如果属于这个世界，就跟你们是一样的，跟着他的人就不再犯罪。我一讲，我的灵赐给他，他是我心里所喜悦的。然后就是我把我的灵赐给他，那他把灵赐给这个拣选的仆人的，说的就是指的就是以利亚，那他就是要将，他就是要他就将公理传给外邦人的。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公理都是在那个法官那里出来，所以都是要说都是那些法律条款的，所以他就叫做司法部，就是要传扬的，要颁布那些法律那些的一俩就是这样的，他为那个要传扬给全世界的，把公理传扬给外邦给全世界的，这一切都是一俩所做的。那我就是要把这个公理要传给你们的。在第4节，那这个公理是在哪里呢？那出来了，在以赛亚第42章第4节，他不灰心也不上当，直到他在地上的设了公理，海岛都当获他的训诲。那这个训诲就是在海岛出来，这个训诲就是在海岛出来，就是从1984年的已经出来了。以利亚刚刚过来庆祝了40周年了，就是在要传扬的，要无法叫人的不再犯罪了，你们都看到那个结果。证就成功了，也无法成功了。现在证据被成功了，就是现在以利亚是所差来的，他来到这个海岛，就是把他架设的海岛。你们在大陆那边，你们别骗人的，以利亚不是从你们那里出来了，他不是从大陆出来的，而是来自海岛。那么大家下就是别拣选的海岛，你们说是你们认识呀，我说你们都是在大陆，我们都看到这个情况在南非，都是
你们都随便有求告你们的耶和华，这个话是总不会有来自道路，乃是来自海岛，而且这个海岛就是从马的家下出来。那这位新生的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名字就是西底埃利。假如说他是个犯罪，那跟着他的人都是犯罪，因为与他同在就不犯罪，这位新生就不再犯罪，就是西底埃利在现在跟你说话的，他是没有犯罪，没有罪不会住在他里面了。他就是要惩罚那些魔鬼教人的要犯罪，那些魔鬼在他这个人的面前都要非常震动了，所以他都是要一直要动手动脚，为了阻止西底埃利的话。但是西底埃利他们不会有阻止，如果有人想阻止他的路，就是会白费力气了。就是像那些天空的风，它一直要吹，你们都不会要阻止天空的风不会吹，你们就不会要阻止伊俩的路。你们在头上的天空都是在风着，你都没有办法要把它要阻止不会吹，在各处都有它的。但是伊俩比那个风是还大，你平时就是个风，一个风。伊俩就是天父耶和华所差来的，耶和华所差来的。那最后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信西底埃利？我们有新的西底埃利，那被所差来的就是他是来到这个海岛。我在这个我在说话的时候，就是在要传扬的给全世界，你们的以色列人的，你们所要的人就是他，你们把耶和华杀掉了，他是耶和华的人，就是你们想寻找那个上帝的能人的，上帝的人就是我。你都是为你自己做见证吧，我不是我自己做见证，我连我父都为我做见证，我的父亲的我耶和华都为我做见证，我不说自己做见证，乃是他们叫我要说这个要说什么，为了让你们知道，就是爱到海岛，当他的巡回伊俩已经来到海岛，像球门那里就是要一定听着我。聪明的人见火就藏起来，愚蠢的人就往前受害。那些灵魂的想要去耶和华那里，伊俩在这里，为了带着你们到耶和华那里，我要带你们到耶和华那里。我希望你们都不管是外国人的还是本地人的，都是要听着伊俩，只要耶和华所被蒙召的灵魂的，都是要跟着我，要去天上听的那里。我在这里，凡跟着我的人都不再犯罪，要从罪里面被救出来。伊俩在这里，就是你们所等着，伊俩不会再来到这里，除非是模糊到了。他让我先去为他开路，我要成全了以赛亚第42章第4节，伊俩在这里，我把所有的证明都是给你们，为了爱你们，为了救你们转向到耶和华呢，就是那差我所来的。我的话就是到这里，我祝福你们就是要叫你们要转向到耶和华那里，到天父那里，然后你们就决定了跟着耶和华。伊俩和耶和华是为一体，伊俩就是耶和华的弟弟，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如果属于这个世界，你们就是继续犯罪。他是个不认的，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为了在这个世界，因为模糊到了，伊俩的话就是结束了。那些被所有的被拣选的灵魂，你们赶快要进来吧，
话所赐给你们神清楚啊。现在艾利亚来了，为了拯救你们，现在艾利亚就是来到你们的当中，是天父耶和华所差来的，耶和华所差来的。我们一起祷告，为了结束了。亲爱的天父耶和华，荣耀归您的，荣耀归您的。亲爱的耶和华，我最爱你们父子俩。亲爱的天父耶和华，要听着人，请拯救他们，让他们要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真的从你那里来的。亲爱的天父耶和华，您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雅各的上帝。为了把所有的话要来到耶和华那里，耶和华已经成功了拯救你们父子俩，已经差我来的，为了带着你们的话，我真的把你们的话要传给他们，我没有把话要唱出来的，为了让他们要知道父亲的天父啊，拯救他们，拯救那些灵魂的，就像你也要劝告，让他们要听到耶利亚的话。我真的，我已经的让我的生命的变得无价值，我愿意为你的献出我的生命的，请拯救他们。愿你从来的圣灵，为了mang着所有的人能奔跑过来，要转向他们的脑子，为了回到你那里，要说到你那里听父耶和华，让他们知道我是你所差来的，你有写我的在书上，让他们知道你所别拣选的仆人已经来到，就在海岛，你所拣选的那个海岛就是马达加斯，让他们知道我已经来了。听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正为耶利亚做见证吧，就是我今天所传扬给他们，请拯救他们，我已经来了，为了照顾他们，然后就带率领到你那里。亲爱的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我希望这个话已经交给你们，然后您就叫他们要来到耶利亚，因为叫他们赶快遇见我。耶和华，因为耶利亚已经出国，为了传扬的，为了叫全世界要知道天父亲的天父耶和华非常感谢您的。我奉耶和华你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我祝福你们我祝你们得到耶和华的祝福。我们下一课教训再见。